建议蔡总统要慎战，不要轻启战端，不要挑衅。我想我的行政质询稿是公开的文书资料，欢迎国人上立法院的网站去完整的阅读。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醒蔡总统要慎战，就是战争的发起是国家大事，所以《孙子兵法》里面讲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不可不察也”。我身为立法委员，我的责任就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施政，尤其不能轻启战端。有两句名言，我想不管哪一个政党的从政同志都应该记得：战争没有赢家，和平没有输家。只要起了战端，两岸人民都会损失。即便像蔡总统说的，大陆要付出很沉痛的代价。我想我的质询稿内容很完整，请问台湾要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？我们承担得起吗？那我再回应一下他们的说法。蔡总统接受访问的前两句我非常认同，他未来担任的第二任要和平，要对等，有8个字：和平才是一个执政者对人民最重要的交代。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看，2次世界大战、我们的抗日战争、波湾战争，以及目前中东的战火，战争是对国家人民的伤害非常大。我要请问台湾同胞，不管你的政治倾向，你愿意承受这样子的战争吗？所以我是军人出身，武力的武字有一个字分开来叫做止戈为武。我们要如何完成强有力的国防战力？主要的目的是避战，而不是挑衅发起战争。我想再回头看一看我们国军现在的战力，所以我在质询稿内容也请教蔡总统及国防部，我们真的针对这个战争准备好了吗？现在陆军的108辆 MIA-2 还没有到达，潜舰国造还是研制的过程当中， F-16V 也才完成采购程序，还没有回到台湾。现在募兵制的成效正有多重的被检讨，甚至美国的朋友都在检讨募兵制的成效是不是真实的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台湾的持续战力，现在的军事替代役所凝聚出来的后备战力，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战力？也有很多海外的学者专家，国内的军事专家在做评论。也就是说，国军3军包含募兵，包含后备，你的武器装备、建军训练能量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国军当然要继续努力来完成各种准备，他的职责就是保卫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。但是作为一个总统，我的呼吁执行稿的主要目的是建议蔡总统要慎战，不要轻启战端，不要挑衅，也告诉大陆不要轻启战端。我们两岸需要的是和平，需要的是对等，需要的是对话，需要的是交流，以及我们郝龙斌前副主席说的要有善意。这就是我这篇质询稿的主要的目的。谢谢。